Hello，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大家好啊！非常之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風 Sir 記憶同學會呢一個學習嘅平台。我係大家嘅記憶培訓導師風 Sir。咁我咧繼續我嘅風格，認真講，大家輕鬆嘅繼續聽啦。非常之歡迎大家去到收睇呢一個影片。今次咧我都會延續翻眼球訓練呢一個嘅課題。今次我會講嘅係 Level 3同埋 Level 4。當然啦，上一次嘅影片咧，我已經好詳盡同大家講咗咧 Level 1同埋 Level 2嘅做法。如果大家係未睇嘅話咧，我非常之建議大家去睇翻先，因為喺上一次嘅影片當中咧，我好詳細咁教咗大家點樣去做眼球訓練嘅 Level 1同埋 Level 2，針對性去到改善翻咧。好多時小朋友或者我哋大人讀書啦、閱讀嗰方面或者係學習，再唔係我哋工作層面上面咧出現嘅一啲專注力嘅問題啊。咁我哋咧其實好多時呢一啲情況上面出現嘅專注力問題咧，係源自於我哋一個叫做被動式學習嘅現象。上一次嘅影片咧，我亦都好詳細咁講咗咧被動式學習，所以我喺今次呢個影片咧，我就唔去到花時間講啦。好，我哋去講下呢個 Level 3同埋 Level 4嘅做法。好多嘅老師或者係家長都會問，究竟我哋幾多歲可以開始做 Level 3咧？其實由小學1年班開始，其實我哋已經可以開始做到 Level 3噶啦。Level 3同埋 Level 4相對於 Level 1、2咧，其實個分別喺邊度咧？ Level 1、2着重嘅就係我哋家長或者係老師攞住一啲嘅物件喺小朋友嘅面前去進行移動，然後小朋友咧係一個相對被動嘅角色，望住呢一啲嘅物件去到上下左右移動我哋嘅眼球。至於 Level 3同埋 Level 4咧，強調嘅就係無論小朋友定係大人咧，都係自主嘅控制我哋自己嘅眼球啦，亦即係運用我哋眼部周邊嘅肌肉去到控制對眼咧上下左右或者唔同方位嘅移動。咁我喺上一次嘅影片亦都講咗。眼部周邊咧，我哋有6組嘅肌肉嘅，分別係上直肌、下直肌、內直肌、外直肌、上斜肌、下斜肌。呢啲嘅名稱咧，我覺得大家其實可以唔需要記嘅。但係我喺上次嘅影片咧，亦都好詳盡講咗啦。我會推薦俾大家嘅一個材料，眼球訓練紙啊。呢個係第一章啦。咁跟住咧，亦都會有第2章同埋第3章嘅做法。如果上次嘅影片當中，大家係未留言、未攞到呢個教材嘅話咧，咁我鼓勵大家喺而家嘅留言區當中，大家可以留低眼球訓練啦。咁我哋嘅同事咧就將會將呢個嘅材料 send 俾大家。咁如果大家喺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去到收睇嘅話咧，咁我都好鼓勵大家撳翻一個 subscribe，即係訂閱嘅掣。咁變咗咧，我下一次有再一個新嘅影片推出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咁當然可以鼓勵大家撳埋嗰個啷啷啊，咁變相咧，馬上你就可以睇到我下一次嘅課題嘅影片啦。下一次咧，我將會去到講解就係眼球訓練點樣可以運用得更加好，將佢應用喺閱讀或者係讀書嘅層面上面嘅。所以留言啦。咁如果咧，大家係喺 Facebook 嘅 fan page 當中，我哋風 Sir 記憶同學會去到收睇呢個影片嘅話咧，我都鼓勵大家可以去留言 like 翻我哋呢一個 post 同埋 share 翻俾啲朋友仔噶。好啦，咁咧 Level 1、Level 2，我喺上個影片講咗啦。Level 3嘅做法，我會鼓勵大家咧將呢一個眼球訓練紙 print 出嚟，再唔係你可以自己 DIY 自己去製作，然後啦攞住呢一張嘅紙放喺我哋眼前嘅位置，呢一個眼前嘅位置大概係幾遠嘅距離啦。咁每一個人嘅比例有少少分別啦。按翻咧我哋自己身體嘅比例，大概係半隻手臂左右嘅一個距離喺我哋嘅眼前。跟住咧，我哋就會沿住呢一啲嘅黑點啦，上邊嘅黑點咧由1號開始，跟住咧呢個係第一組嘅訓練，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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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去到咧左下角2號呢個位置，然後咧由2號沿住翻個虛線上翻去1呢個嘅位置。好啦，來回循環咁做。Level 3咧，其實我就唔特別強調嗰個速度嘅。最重要，我哋個訓練目標就係要令到我哋對眼能夠有個自主性嘅喐動，即係話控制我哋對眼去到喐動呢一對即係呢個嘅焦點。好多出現被動式學習呢一個現象或者呢個問題嘅小朋友或者係大人咧，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對眼唔能夠靈活咁控制，唔能夠隨時隨地將我哋需要即係閱讀嘅資訊咧令到我哋對眼係對焦喺嗰個位置上面，以至到我哋喺閱讀嘅時候就唔能夠集中，甚或之係就算你坐定定望住嗰樣資訊咧，你都發現係記唔入腦啊，因為對焦唔好，移動得唔夠靈活。
所以啦，Level 3咧係針對大家個眼部肌肉嘅自主喐動去到進行訓練嘅。Level 3係非常之簡單，但係如果有啲家長留意得到，明明個小朋友已經係可能小學3年班、4年班，甚至係更加高年級，年紀比較大啲，但係對眼依然都係控制得唔係咁好嘅話咧，咁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由 Level 2做起先。Level 2我喺上個影片已經講咗㗎啦，大家可以睇翻。好啦，咁如果大家能夠做到 Level 2嘅話咧，可以直接進入呢一個 Level 3。咁至於 Level 4嘅做法就係咩咧？咁呢個咧就好多時我喺課堂當中咧嘅一啲專業操作啦。嗱，咁個做法非常之簡單，我會運用咧一個拍子機。咁如果大家咧即係喺屋企當中小朋友係有學樂器嘅話咧，其實啦都可以就咁用一個實體嘅拍子機咧去到進行。但係如果你話冇啊，我屋企冇拍子機，唔需要擔心，因為咧網上面係有好多免費嘅拍子機，大家可以隨便去到使用。好啦，咁譬如而家咧，我就會用一個嘅拍子機啦。咁大家會見到嘅呢一個拍子係大概250拍，即係平均每一秒咧會係喐4下多啲啲啦。好啦，咁我嘅做法就係咩咧？Level 4呢個係我自己嘅速度喎，上下上下。即係我哋對眼咧係跟住呢個拍子咁樣去喐動嘅，跟住我哋做完嘅第一張之後咧，我會做第二張。OK，嗱咁我盡量做得誇張啲，去到第三張嘅話咧，1、2、3、4、1、2、3、4、1、2、3、4、1、2、3、4，跟住做完1、2、3、4之後咧，就會做4、3、2、1、4、3、2、1、4、3、2、1，跟住個拍子咁去做嘅，睇住啦。OK，跟住咧，我哋到4、3、2、1。其實咧個拍子機咧對我嚟講都有少少慢嘅，不過咧我哋都可以照繼續去做。咁當然你話哇，Sir 一下子咪去到好快？呢一個頭先我已經強調啦，係我自己會做嘅速度。如果咧小朋友啱啱開始去做嘅話咧，我覺得可以由180拍開始。點解咧？180拍平均咧，即係每一秒咧係3下嘅呢個速度。好啦，即係咁樣嘅速度，1、2、3。1、2、3、4、1、2、3、4呢一個速度。嗱，咁其實咧第4個 level 咧，我會覺得係最難嘅，原因係你除咗要去到自主控制自己嘅眼部肌肉，去到移動對眼、喐動嘅呢個咁樣嘅難度之外咧，要跟住個拍子逼我哋去快啲。咁當然啦，你話點解我無啦啦要咁樣去做咧？最主要原因，我哋係要提升嗰個閱讀速度啊嘛。如果係大家要提升個閱讀速度嘅話咧，咁就一定係要快啦。咁呢個亦都係好符合咧我平時咧去同小朋友啦去做一啲嘅速讀訓練喎。咁其實咧，我喺18年前咧第一次去到代表香港參加一啲國際性嘅記憶賽事啦。咁我亦都好榮幸啊，咁啊攞咗一個嘅獎項啦。咁亦都係全世界第一個嘅華人咧喺啲國際記憶賽事當中攞冠軍。過去呢18年咧，其實我都花好多時間咧去研究我哋人嘅記憶力啦，唔同嘅記憶方法啦。除此之外啦，我亦都會係將唔同嘅記憶方法應用喺唔同嘅範疇。咁好多時同學咧要應用嘅就係閱讀理解啦，或者係文章性嗰方面嘅課文嘅記憶啦。所以咧，我亦都會開發咗好多嘅速讀嘅訓練。而我喺過去咁多年當中，同世界各地唔同嘅記憶大師去進行交流嘅時候咧，我都會睇到一個好緊要嘅共通點，就係所有記性好嘅記憶大師、閱讀速度快嘅記憶大師，一定有做眼球訓練。所以我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學習嘅平台咧，同大家去分享呢一個嘅方法。尤其喺而家呢個年代，因為好多嘅小朋友慣咗睇手機，慣咗睇電腦、睇 YouTube、睇一啲嘅即係影片啦，或者係打機啦。嗱，咁我哋成年人咧，其實都還可以去到應付，因為我哋以前細個學習嘅時候咧，係睇實體書。所以我哋咧喺嗰個眼部肌肉嘅訓練咧，相對而家嘅小朋友咧係為之成熟啲嘅，或者比較好啲。所以咧，電子產品對我哋嘅影響相對少啲，唔代表冇啊嚇，係相對少啲。不過而家嘅小朋友咧，好多時佢哋嘅學習渠道都係依賴咗呢一啲嘅電子屏幕或者係電子嘅產品。如果我哋一刀切將所有嘅呢啲嘅學習工具咧去到 cut 咗，我覺得咧就有點而過分嘅，或者係同而家呢個年代咧有點而對着幹啊嚇。咁我哋要喺呢一個年代當中，既運用得到 AI， 用得到呢啲嘅電子產品，同時又唔會對我哋嘅身體產生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咧。
最簡單嘅手法，我就係好建議大家做呢個眼球訓練，無論係 level 1、level 2，以至到我啱啱呢個影片當中同大家講嘅 level 3、level 4嘅做法，喺邊一個位置開始，其實都係一個最佳嘅時候。因為好多家長成日都問我幾時開始做好啊？而家呢一刻，當大家睇完呢一個影片，其實你就可以馬上開始做。再一次同大家去提醒翻，眼球訓練我哋每日做幾多次呢？一次最多2次咁就算啦，因為呢啲係牽涉眼部肌肉嘅訓練，尤其係 level 3同埋 level 4，強調嘅係你自主控制對眼嘅肌肉去到移動，所以唔需要做太多。一旦做得太多，有機會拉傷我哋嘅肌肉，以至到咧你對眼會痛嘅。咁當然會唔會影響視力呢？冇 ，OK， 大家可以放心，絕對唔會。至於好多老師或者係家長咧，都會問：如果我每日去到做眼球訓練，我幾時可以做到阿 Sir 你咁樣嘅速度咁快咁控制自如呢？嗱，其實大概係1至2個月嘅時間啦，每一個小朋友咧，其實都能夠去到好輕鬆地移動佢哋嘅眼球。並且大家咧係能夠喺日常生活當中體驗得到咧呢個眼球訓練帶嚟嘅好處。我向大家保證，眼球訓練絕對係有好多嘅好處。首先，因為大家針對性訓練嘅係眼部肌肉啊，所以第一下一定會見到嘅好處係，你會發現眼睛嗰個移動速度對眼咧係更加靈活㗎。咁放翻落去日常生活當中，就係你會見得到閱讀速度會提升咗咯，睇書快咗，跟住咧我哋睇書嘅時候係更容易集中，焦點攞得更加好，呢個係好緊要噶。咁至於啦，有邊方面仲有提升咧？集中力同埋專注力都會有提升嘅。咁我喺上一條嘅影片咧，亦都詳細同大家講咗乜嘢係集中力，乜嘢係專注力，兩樣嘢係唔同嘅。咁點解我哋集中力會有提升呢？因為我哋真係做緊焦點嘅訓練，由一點去到下一點啊嘛，所以我哋習慣性咁做嘅話，我哋嘅集中力係會有提高嘅。至於專注力嘅話，關鍵在於我哋嘅左右腦協調。上一次嘅影片我亦都同大家講咗，左右腦咧嘅協調咧係針對我哋嘅專注力咧嘅影響非常之重要。咁而我哋呢一個嘅無論 level 1至到 level 4嘅眼球訓練咧，都係強調對眼咧上下左右唔同嘅位置喐動，所以咧係好有效帶動到左右兩邊腦袋嘅協調噶。咁於是乎啦，集中力、專注力都會有幫助咯。至於我哋長期咁每日習慣性咁做嘅話咧，我好有信心話俾大家聽，我哋係能夠開發到好多大腦嘅潛能出嚟噶。嗱，所以如果作為家長或者係老師，我哋都想讓到同學咧係記性好啊，或者係學習嘅時候專注力高，咁讓到我哋作為大人，我哋去教佢嘅時候會更加輕鬆，佢吸收得更加快，亦都學得更加開心。咁呢個係我哋最想睇得到嘅，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咧由今日開始，如果未睇 Level 1、2嘅影片咧，我鼓勵大家先睇咗佢，咁跟住選擇翻你自己覺得舒服嘅一個嘅 level 去到進行訓練，每日做1次。咁上次咧嘅影片我應該會詳盡講到噶啦，就係每一張我哋做幾多秒咧？大概10至到15秒，咁我哋就完成噶啦。嗱，咁今次咧嘅影片我亦都好深入地同大家講咗 Level 3同埋 Level 4嘅做法。好啦，咁如果你話阿 Sir，你係咪每日都做緊呢一個訓練嘅咧？我好坦白咁同大家講，我而家係冇每日咁去做眼球訓練嘅。原因係我哋嘅身體咧，其實當我哋訓練到一定嘅水平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有提升咗，佢唔會無啦啦去到退後嘅，唔會無啦啦去到倒退嘅。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尤其係初學嘅時候，盡可能每日去到做到你好明顯睇得到有個進步之後，你想話休息下放低一陣都唔會有問題。原因係我哋嘅大腦係一種叫做記憶嘅，佢有一種肌肉嘅記憶，好似我哋咧踩單車啊、游水啊、溜冰一樣，呢一種咧係技能嚟嘅。眼球訓練或者係集中力、專注力呢一種係一種技能嚟嘅。一旦你訓練到佢出嚟，佢習慣咗啦，就算你放低一段時間都好啦。咁一段時間唔掂佢，再去到 pick up 翻嘅話咧，你個腦都好容易去到上翻手。嗱，咁但係呢一個都係後話，最重要。如果未做過眼球訓練嘅話，我誠意推薦大家去做 Level 1或者係2或者係3或者係4。咁我係大家嘅記憶培訓導師風 Sir，呢18年嚟咧，其實我都係好專注咧去到做記憶訓練。如果大家係家長嘅話，我好鼓勵
讓到自己小朋友去學習。同時我亦都有一個咧嘅鼓勵，就係我哋有個大愛嘅精神，分享下你身邊嘅朋友，分享俾佢哋睇，讓佢哋咧都能夠透過眼球訓練咧，去到做到專注力呢方面嘅改善，尤其喺讀書嗰方面，因為我見到好多同學咧，其實而家嘅學習咧都幾辛苦㗎，我會希望佢哋能夠開心學習。至於如果睇緊片嘅各位係老師嘅話咧，我亦都非常之鼓勵，如果我哋有機會啦，嘗試我哋去到邀請去到學校當中為大家進行一個講解，或者係去到為你哋學校嘅家長去進行一個嘅分享，讓我咧去到親身講到眼球訓練之餘，介紹一啲嘅記憶方法，幫助到家長，幫助到同學。咁我係風 Sir，好高興喺呢一個平台同大家見面。咁我都鼓勵大家，無論你而家收睇緊嘅 YouTube 定係我哋嘅 Facebook Fan Page，都去 like 翻我哋呢一個影片。如果係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嘅話咧，撳翻個 subscribe 同埋 click 翻咧旁邊嘅一個 long long，以至到我下一次咧有新嘅影片出嚟嘅時候咧，我亦都會第一時間讓到大家知道。下一次咧，我將會講嘅課題係點樣運用眼球訓練嘅呢個嘅習慣啦，放翻落去日常生活學習上面，令到我哋咧記書會記得更加入腦㗎。咁至於如果你係睇緊 Facebook Fan Page 嘅話咧，like 翻我哋呢條片，同埋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啦。好，下一次嘅影片再同大家見面。今日好高興認識大家，下次見，拜拜。